發燒友注意啦！陽光18指影音展，力高音響約定你。Hello， 各位發燒友，我係力高音響嘅 Jackie。我哋力高音響30多年嚟，一直淨係專注代理進口發燒音響品牌。今次我哋展會重磅出擊，2個展廳，4個系統，書架箱、落地箱任你揀，落足重料。第1個展廳，美國柏斯擔大旗，亮點1。趴士雙功放路推 ATC SM100 鋼琴7無弦落地板，力量同幼細兼備。同場仲有 INT60 合併機推 SM20 無弦書架箱，示範 ATC 無弦喇叭嘅全面玩法。第2個展廳，旗艦級陣容，機會難得，用趴士旗艦前後級 XS Pre2XS300 簽名版驅動法國勁浪旗艦至尊烏托邦，真正領略烏托邦嘅終極魅力。另一套就係用 INT25 推英國樂爵士 Rogers 75週年限量版 LS35A， 還原 BBC 近場監聽嘅經典韻味，細膩傳神。你想知道 ATC 無弦喇叭點樣一步步升級？你想領略至尊烏托邦嘅真正魅力？仲有點樣將 SM20 推得更全面、更盡興？樂爵士75週年限量版又係點樣忠實還原 BBC 近場監聽嘅經典？嚟到力高展廳，以上問題將會通通為你解答。展會期間，力高仲會推出幾款限量特惠組合，手快有，手慢冇啊！想執漏、想執筍嘢嘅朋友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8月14號，陽光18指影音展，力高展廳約定你，到時見。